有啲禮物咧想送俾 Ella 同埋 Jerry 嘅。係，咁我哋都精心挑選咗咧兩位呢個4位嘅小朋友咧，就會上到台同佢哋一齊設計禮物啦。現在我要送給你都是你在劇裡面最喜歡的糖果，就是要麻煩你跟 Jerry 跟小朋友一起去設計糖果，好不好？好。咁啊呢個時候咧，其實咧雖然個糖咧係送俾佢哋啦，不過咧阿 Jerry 同埋阿 Ella 咧都要一齊幫手去設計呢一粒糖㗎。好。嗱，原來咧，好啦嘛，我哋幫手，我哋一齊設計啦，好嗎？好，好，開始。咦 Jerry 嗰邊嗰兩個咧，係咪電暈咗啊？唔喐㗎你係。台上發現到咧 ，Jerry 咧係叫佢設計咧，佢係唔係好識啦，佢不斷偷望呢邊咧學緊嘢嘅。咁啊 Ella 好快手啦，一邊膠紙咧係喎，似模似樣嘅，即刻好似咧我哋畫糖果嘅時候咧一眼眼咁樣嘅。咁我都阿媽幫下手先。我呢邊咧有着數啊！全部都係一貼就搞掂，一黐咧就可以搞掂嘅嘢嚟嘅。嗱，搞蝴蝶結咧好難嘅，其實打得靚唔靚咧係個關鍵啊！睇下先。哦，見到啦，七七八八啦，差唔多啦已經。係喎，仲有一邊喎。好，搞掂啦 ，Ella， 謝謝。不如咁啦，我哋咧請兩位小朋友咧嚟前面咧，同 Ella 同埋呢個糖咧影一張相先。Ella，我們先到前面拍照好不好？這裡的可大的糖果，等一下我會送給 Jerry 好不好？好，咁啊，哇，是不是很重？哇，一手就箍住咗啦。再箍咧，手瓜都出埋嚟啦，都有啲重量啊呢個。好 ，Ella， 謝謝。那現在我就送你的糖果給 Jerry， 好不好？你拍幾多相未啊？兩邊子嚟。好，我哋等一下，快啲拍照，好不好？我哋把我們請帶到前面，好，妹妹陪住哥哥一齊去到前面，將神跡俾哥哥。好，我哋望一望先。咦，你個糖咧上邊咧係有啲 message 嘅喎。係啊，一邊咧就係寫住啦 I love Jerry， 一邊咧就寫住 I love Ella。啊。好不好？好，那現在需要跟 Ella 一起交換糖果。好，大家啦，送糖啊，一齊去！哇！哇！我們要交換糖果嗎？好，請 Jerry 呢把
每人啦，你講先，你就可以企埋啲嘅。你要拍就拍埋啲啦。谢谢帮帮我们的最左边好不好？相信咧抽到呢粒咁大粒嘅糖之後咧，一定開心到死啦，甜甜蜜蜜啊！要刷牙。好，謝謝 Thank you，唔該晒4位咁可愛嘅小朋友啦。好，跟住落嚟咧，跟住落嚟咧，唔係俾佢哋攞嚟打交，我哋咧要麻煩咧 Ella 啦同埋 Jerry 咧，幫我哋要抽獎啊！那請2位到我這邊呢，去幫我們抽獎。Jerry 真的很熱心。好，咁啊，每人咧抽2個啦，咁啊可以得到咧就有，就想帶上你嘅呢個幕後寫真嘅。幕後寫真。好，咁啊，我哋由 Ella 開始啦，抽2位朋友好嘛？好嘅，冇問題。冇問題，哇！勁喎！01，03，125，03，125，03，125，好，呢位朋友都明啦，即刻上嚟啊！喺呢度啊，拎埋你張飛喎，舉高手，舉高手！你有嗰張飛咧就舉高手，我哋即刻咧嚟咁啊！我哋其他嘅朋友咧，可能要坐低啲嘅，俾我哋揾翻啊得獎嗰位朋友上嚟啊！好啦 ，Jerry 抽咗啦，其實。好唔緊要，咁啊，我哋呢個時候咧，咁啊，亦都啊等下我哋嘅同事啦，幫我哋 mark 低個 number 先。咁啊 Jerry，你嘅號碼是 TVB 好 ，Ella， 你嘅是03，031，係啦，1，好咁啊 ，Jerry， 記住我頭先咧嗰幾位朋友咧，即刻揸住你張飛尾，去到咧就係02-947，好犀利啊！ 02-947，連二啊，係啊，連2-947啊，02-947。漂亮的笑容啊！對。好啦，我哋抽晒4好，位。抽晒啦嚇。好，咁啊呢個時候咧，我喺度啦，係咪？上嚟上嚟。得獎者。對對對 number 先，俾我睇下。0950，好，送俾佢哋。Ella 同 Jerry 咧，幫我哋頒獎。好，咁啊，頭先咧另外嗰幾位得獎朋友喺度啊，如果冇嘅話咧唔緊要，有咧就即時包。